你好，喝瓶水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和生，和生，小代驾，你干嘛？你这，果然是你！啊，哎呀，真是巧啊！我拼了命的找你，就是找不到，没想到你把自己送到我眼前了。你把手机还给我，给你不收。你喝大了！我不喝大，我能找着你吗？你说小代驾，你还真有手段啊！不但害得我把工作丢了，现在公司还要查我的旧账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谁是你能惹的，谁是你这辈子根本惹不了的。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。走，何总，走！什么呀？什么？等我就知道干什么。走。放开我！放开你！想得美！走。你干什么，何总？干什么？等会你就知道干什么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姓顾的，我正愁找不着你了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老板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弄死你！小代驾，你真不应该惹我。我看着你思绪被突然触电一样 ，Take my hand, don't let it go。